地动了后，第二天，天龙市大楼是比昨更加粗。今仔早起，检方有来到现场，请专家来采样，要了解当初咧灌红毛土甲绑钢筋的时，敢有遵照法规。另外一边的北平街大楼1楼是规个绑起，无摘掉个大人，但嘛已经差不多拢拆了啊。 天龙町大楼经过1暝，起的角度又搁增加，坑成徛好不行离栏，检调嘛介入。这是检察官到现场勘查，嘛请专家坐分提车，专心使用水泥胶等等的物品，要来厘清设计建筑够符合当年的法规。最主要是求得它混凝土的一个强度。那至于后续在拆除的过程，我们还会着断去保存它的一个钢筋的一个完整性。 检察官无回应任何的提问，行政院长陈建仁嘛到花莲来关心。昨天我们主计总处呢已经拨了3亿先到这个县政府这边让县政府能够来积极使用。同款伫地动了后，1楼红地派北平街这位建筑物，伫咧规暗拆除了后，已经看袂出原本的样貌。不过住了60几栋的厝无去，要去现场的徛好非常的艰苦。家里根本没有办法再重新盖啊！家电、生活必需品，现在就是变垃圾了。我只能说化为乌有。因讲对未来唔知要安怎，互地动底派去的家园是无法度回去啊。虽然知影平安是上重要，也是非常的烦恼。记者王刘婷、陈显坤，华联报道。